好，跟住我哋嚟到第二 part 啦，係啦，第二 part 就係參考翻資料啦，設立法律援助對社會有何意義？咁大家見到到呢一個框咧，其實都俾咗啲方向大家咧去即係作答嘅。咁啊，咩叫做主題句咧？即係回應翻呢條題目。係啦，佢問你咧，究竟法援對社會有何意義啊嘛？咁所以咧，主題句你首先咧就要回應翻，究竟個意義係啲咩嘢？係啦，咁啊，法援嘅意義係啲咩咧？咁啊，可以係好多方面嘅，例如我呢度就唔咗得到啦，幫助有需要嘅人士啊嘛，係咪？即係非香港嘅居民咧都可以得到一啲幫助啊嘛，係咪？咁所以只要係有需要嘅話咧，係啦，即使咧你係一個外國人或者非香港居民咧，都可以咧得到一啲幫助。咁呢一個咧亦都可以係咧即係維持緊一個社會公義咯，係啦。咁所以睇你點樣去回應條題目，究竟對社會有啲咩意義？回應翻呢一個 point 先。咁呢度就1分啦。好，第2分啦。咩叫做論據咧？例子，呢個例子係嚟自邊度咧？就係嚟自呢一個參考資料啦，亦即係話咧上述呢一個案件係啦，一個法院審理嘅法援案啦，即使非香港居民咧都可以得到一啲幫助啊嘛，係咪？咁所以你就去引用翻呢一個資料入邊嘅案例啦，呢145名嘅即係唔同國籍嘅即係人士啦，佢哋點樣咧係透過法援啦去得到即係一啲幫助啦，係啦，咁啊最後咧可以咧拎得翻佢哋一啲欠薪嘅情況咯。咁所以咧你見得到咧呢一個論據都係根據翻資料咋，係啦，為145名嘅即係唔同國籍嘅人士啦去追討欠薪咯，係啦，最後咧就可以俾翻啲即係佢哋嘅欠薪佢哋咯。咁所以咧呢一個論據簡單嚟講就係咩咧？就係你嘅資料啦，你引用翻上述嘅資料係啦，去回應翻條題目，究竟法援對社會即係有咩意義咧？就係維持社會公義啊嘛。既然咧呢啲非香港居民唔同國籍嘅人士都可以咧去即係同法援啦去申請一啲資助，咁就説明咗係啦，就係下面呢度啦，就係解釋緊或者説明緊啦，係啦，即係究竟即係法援啦，係點樣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士啦？點樣維持到社會公義啦？所以個申述説明講嘅係咩？就係你嘅解釋咯。解釋緊啲咩啊？解釋緊條題目問嘅，究竟法援對香港有咩意義？對社會啦，係啦嘅意義係啲咩？你嘅解釋咯，你引用咗資料啦嘛，係咪？咁而家就去到解釋啦。咁反映緊啲咩咧？只要你合理，你有理據咧，你可以提出法律訴訟嘅。任何人記唔記得？包括非香港居民係啦。咁啊，你見到海事處呢件事情上面啦，唔同國籍啦或者非香港嘅居民啦，都可以得到幫助嘅。係咪都可以咧？即係獲得咧法律嘅援助啦，唔會因為佢冇錢啦，亦都唔會因為咧佢係一個非香港嘅居民咧，就冇辦法得到一啲保障咯。咁所以啦，呢一個咧係一個保障嚟嘅，係我哋咧所有人嘅一啲權利啦。係啦，咁所以你見得到啦，法援咧係有助維持緊社會嘅公義。點解咧？因為真係人人平等咯，係咪？即係每一個人咧，即使非香港嘅居民啦，都可以獲得幫助咯，係咪都可以得到保障，亦都可以咧得到一啲幫助，或者我哋叫做法律嘅援助啦，係咪都可以得到援助、得到幫助，唔會因為佢唔係一個香港居民係啦而得唔到咯。咁所以呢個展示咗咧香港嘅一個即係社會嘅公義啦，人人平等咯，唔會因為佢嘅身份或者係即係種族啊而受到不公平嘅對待咯。OK，咁所以啦，見到呢類題目嗰陣時唔好驚先啦。首先睇一睇個題目問啲乜嘢先，係啦，咁啊可以參考資料啦，係啦，咁就即係法援啦，因為呢個案例即係呢個資料就講法援啦，係啦，對社會有何意義？咁啊記住回應題目、引用資料同埋解釋，係啦，呢3個步驟，咁就應該係可以答得到資料回應題㗎啦。